國民黨新竹縣議員林宇佑今仔日宣布要參選竹北市長，但是除了伊以外呢，國民黨也有新竹縣議員區靜雅、甲吳淑媞，以及竹北市民代表會主席林啟賢，攏想要來選，所以變做四個搶一個咯。搶球衫天在地球隊，國民黨新竹市議員林宇佑鋪文章講，下個賽也未結束，唔通放棄，伊家己選戰也當要開始。今日早起，佇國民黨新竹縣黨部開記者會，正式宣布參加2026竹北市長的黨內初選。我本人在這邊也宣布參選我們竹北市的黨內初選。6月如何去協調是個關鍵。我希望在以公平、公正、公開的狀況之下，這個黨內初選才有意義。如果是黑箱的話，我們是拒絕的。強調公平，記者偶像，因為黨內大家攏想着要選竹北市長，包括新竹縣議員區靜雅、吳淑媞、林宇佑，也有竹北市民代表會主席林啟賢，攏已經領表登記，要參加黨內初選。啟賢今天去參加這個去簽黨內的這個切結書了哈，確定要來參選這一次的竹北市長。我是第一位來簽結這個切結書的啊，那也是第一位在網絡上公開來表達。白營也提出治理鐵三角，那我個人認為真正的鐵三角好應該是這個我們的許欣盈，還有高虹安還有吳旭智。我們期待黨中央這個藍白合的這個速度要加快。甚至有參選前爭取拿別合，代表平陽參選的前新竹市副市長區成遠回應，尊重哪樣代表參選。啊，那綠營各界也關注地調峰到底是要拼竹北市長的連任，也是要參選新竹縣長。那我們持續的呢，盤整那縣長跟鄉鎮市長，我們會聯動的來做全面盤整的提名與徵召。地調峰今日強調，現階段繼續推動市政，這是重要的代志。根據了解，民進黨將召開選對會，聽講也無結果。後禮拜可能會閣開會討論地調峰參選的位置。那若被郭定陽派上出戰，也將會影響到地方的選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